In the spirit of that remarkably stirring and beautiful hymn, 更美好嘅聖詩入邊帶嚟美好嘅聖靈， eloquent 以及 invocation, 興格萊長老嘅開會祈禱， speak 我想 rather candidly tonight. 今晚係可以以一個比較直接嘅態度去講啲説話。 The young men, 我坦率講説話嘅對象包括亞倫聖職嘅男青年。 when we rehearse the grandeur of Joseph Smith's first vision, 當我哋憶述約瑟斯密非凡嘅第一次異象嘅時候，有時我哋會謹慎，避免多講異象之前發生嘅險惡對峙。嗰次對峙嘅目的係盡可能摧毀嗰個男仔，甚至最少阻擋即將要嚟臨嘅啟示。 that was to come. 除非必要，我哋盡量都唔去講呢位敵人。 And I don't 我一 like 啲都 talking 唔 about 中意 it, 談論佢， but the 但係年輕約瑟嘅經驗提醒我哋，會眾裏邊嘅每一個人， including every young man. 包括每位男青年，都需要謹記嘅幾件事。 Number one, 第一， Satan 撒旦、 or 路西佛或者萬方之父、 call him what you 萬輝之父，無論你點樣稱呼佢，係真實存在。 personification. 佢係邪惡嘅花身， His motives 佢始終心懷惡意，並且強烈阻撓救贖之光同埋真理思想顯現。 of redeeming light at the very thought of truth. 而喺第 Number 二， two, 佢永遠反對神嘅愛、耶穌基督嘅贖 the 罪， love of God, the atonement of 以 Jesus 及 Christ, 平安同埋救恩嘅事工。 and salvation. He will fight 無論何時何地， 佢都會同呢啲 whenever 事情 he can. 去敵對嘅。 He knows he'll be 佢知道最終佢都會被擊 defeated 敗 and、cast 驅逐 out，in the end. 但係佢決心去拉住最多嘅人同佢一齊沉淪。 As many others as he possibly can. So, 所以 what are some of the 當 defenses? 永生岌岌可危嘅時候，魔鬼喺呢場戰鬥當中所使用嘅伎倆係乜嘢呢？ Here again, the 同 experience 樣咁樣，我哋亦都可以從聖林裏邊嘅嗰次嘅經驗揾出答案。約瑟記錄話，路西佛努力對抗一切將要發生嘅事，施展驚人嘅勢力， such 好 an 似綁住咗我嘅舌 astonishing 頭 for，me 使我不能說話。 my tongue so that I could not speak. As 撒 President Packer taught this 喺 morning, Satan 潘培道會長講過，撒旦係冇辦法直接奪取性命，呢樣係佢好多無能為力所做嘅事情嘅之一。 his effort 但好明顯，只要佢能夠綁住忠信者嘅舌頭，對阻止呢項事工能夠發揮作用。 Brethren, 兄弟，如果情況係咁樣嘅話，我今晚要揾出 young and old, 關心呢場善惡之戰嘅男士，無老嘅同年輕嘅，只要佢願意擁抱戰場，發聲參戰。我哋喺戰爭當中，而跟住落嚟幾分鐘裏面，我要徵召願意上戰場嘅人 do。I need to hum a few bars of 我咪需要去唱下 you know, 我等皆是軍人呢首歌呢？ for soldiers who 吾人等待同志，誰肯自願效勞？ thing about 當然呢次徵召入伍嘅優點就係、我哋並唔要求志願者射擊來福槍或者掟手榴彈。 no 我哋要嘅部隊係會用神口中所發出嘅每一句話， every 當成佢嘅作戰武器。 from the mouth of God. So I 因為咁，今晚我係要揾嘅係傳教士，佢哋唔會自己綁住舌頭，係會藉住主嘅靈同埋聖靈聖職嘅力量，張口講説話，傳講，造就奇蹟。 their mouths and speak miracles. Such 教會早期嘅兄弟話，咁樣嘅講話能力係信心嘅過去嘅偉業將要成就嘅方式。 have been and will be performed. 我要特別請亞倫聖職男青年 The men of the Aaronic priesthood 坐起身， to sit up and take 並 note. 且集中注意力。 And for you, let 請容許用運動為你哋作一個比喻。 this is 我哋而家就喺一場生死攸關嘅競賽入邊。OK， and so I'm going 我哋嘅對手憎恨你哋， just 憎恨呢個事工， to send you 所以我要 a little. 黐到喺你嘅面前， Coaches do. 鼻尖對住你邊鼻尖，讓你近距離感受到我心中嘅迫切，就好似教練一樣。 What this coach 由於比賽勝負全靠你哋，我要俾你哋知道，要落場比賽，你哋當中有啲人嘅道德必須要比而家更加潔淨。
喺呢個正義同邪惡嘅戰場上邊，你唔可以每次遇到誘惑嘅時候就過去參加敵對嘅隊伍，之後當冇事發生咁去聖殿或者傳道，咁返去救主方面。我嘅年青嘅朋友，你唔可以咁做，神係唔會被愚弄嘅。所以我哋而家有進退兩難嘅情況。你同我冇錯，教會記錄上邊有成千上萬嘅亞倫成績年紀嘅男青年，呢啲都係準傳教士。但係挑戰就係在於要幫助呢啲執事、教師同埋祭司保持活躍，同埋配稱咁被按立為長老，並擔任傳教士。所以我哋需要已經喺呢支隊伍入邊嘅男青年係留返喺呢個隊伍入邊，而唔好喺比賽之中全力以赴嘅時候先至出界或者嚴重犯規。我所認識嘅幾乎每樣運動競賽都喺比賽場地明確咁劃定界線，每位參賽者都必須留喺線入邊先能夠比賽。而主亦都已經為蒙召同佢從事嘅呢項事工嘅人劃好咗配稱嘅界線。冇傳教士可以未悔改性罪，講褻瀆嘅語言或者沉溺色情，而又期望其他人悔改嗰啲嘅罪。咁樣係做唔到嘅。聖靈唔會與你同在，而且當你要講嗰啲説話嘅時候，棘住喺你喉嚨入邊。你唔能夠去嗰啲你可以稱為禁途嘅道路，然後又期望去引導其他人去行嗰條直而窄嘅道路，係唔能夠咁做嘅。但係喺對於呢個挑戰係有答案嘅，就好似你教導舞蹈者，亦都能夠克服呢啲挑戰一樣。無論你係邊個，無論你做過乜嘢事情，你都能夠獲得寬恕㗎。你哋每個男青年，每一位都能夠拋棄困擾住你嘅罪，呢個就係寬恕嘅奇蹟啊！係耶穌基督贖罪嘅奇蹟。但如果你冇主動積極咁投入福音，或者係冇做必要嘅悔改，係冇可能做到㗎。我要求你哋每一位男青年要喺教會入邊活躍潔淨。有需要嘅説話，我要你哋做嘅就係恢復活躍，重獲潔淨。嗱，各位兄弟，我好直接咁同各位講嘅原因係因為婉轉嘅講法係好少見到成效。我哋坦率直言係因為撒旦係真實存在，並且決心將你哋摧毀，而你哋越嚟越年輕，就要開始面臨佢嘅影響力。所以我哋要捉住你嘅衣領，用我哋知道嘅方式，盡可能強而有力咁吶喊，聽那廝殺之聲清晰地傳入耳，加入行列。各位年輕朋友，喺未來幾個月同埋幾年當中，我哋仲需要過萬個傳教士。佢哋必定係嚟自人數比例不斷增加嘅亞倫聖職兄弟，經過按立、保持活躍、潔淨，並且配稱去服務。所有嗰啲已經做過傳道或者正做緊傳道嘅人，我哋要感謝你哋所做嘅美好事情，以及你哋所感化嘅生命。祝福你哋。我哋亦都好了解，有啲人一生都渴望住去做傳道，但係可能由於健康因素或者其他冇辦法控制嘅阻礙，而冇辦法咁樣做到。我哋要公開同驕傲咁向呢班人致敬。我哋了解你嘅渴望，我哋為你嘅奉獻喝彩，我哋愛你哋，欽佩你哋。你哋永遠都屬於呢支隊伍，永遠都係，即使你哋光榮咁免除呢項全職嘅服務。
但係正如嘅，我哋需要你哋每一個人。而家各位麥基洗德聖職嗱，唔好笑住咁舒服咁坐喺張凳上邊，我未講完噶噃。我哋仲需要多幾千對夫婦為教會傳道。每位傳道部會長都懇求得到夫婦長教士，無論佢哋去邊度服務，都會令到呢個事工變得更加完善。再優秀嘅19歲都唔能夠做到同樣嘅服務。為咗鼓勵多啲嘅夫婦傳道，總會長團同埋12使徒第一組做咗近50年嚟傳道事工上最大膽、最慷慨嘅決定之一。喺今年5月，同傳道事工有關嘅聖職領袖都收到一份通告，提到夫婦傳教士嘅住屋費用。嗱，淨係住屋嘅費用啫。如果超出每月預動嘅，將會由教會嘅傳道基金輔助。呢個係幾咁大嘅祝福啊！呢個真係嚟自天上嘅協助，去舒緩夫婦喺傳道期間面臨最大嘅單一費用之一。總會兄弟亦都決定夫婦傳教士嘅任期可以為期6個月，甚至12個月，亦都可以係傳統嘅18到24個月。另一項鼓舞人心嘅好消息就係呢啲夫婦被允許自行負擔費用嘅情況下，短暫返屋企參加重要嘅家庭活動，而唔使再擔心佢哋好似19歲嘅年輕人要逐家逐戶拍門，甚至遵照相同嘅作息時間表。我哋唔要求你做呢啲事，但係有好多其他嘅事你可以做，而且喺執行嘅方式上享有好大嘅自由度。各位兄弟，我哋了解你哋當中有啲人因為健康狀況欠佳、家庭經濟因素，可能冇辦法，甚至永遠唔可以去做傳道。但係只要稍為計劃，你哋好多人都可以去傳道嘅。主教同埋支聯會會長請喺你哋嘅議會同埋大會當中討論呢項要求。你哋嘅聚會當中坐喺台上嘅時候，要祈禱、注視會眾，並且尋求靈感，幫助你知道邊啲人應該要收到傳道嘅召喚。跟住就同佢哋傾下，幫助佢哋設定去傳道嘅日期。兄弟，當嗰日嚟到嘅時候，同你嘅太太講，你可以幾個月都唔掂嗰張梳化同埋遙控，而佢哋都可以離開孫仔孫女。嗰啲親愛嘅小寶貝係唔會有事嘅。我答應你哋，當你哋為主服務嘅時候，所能夠為佢哋做嘅事，係喺你哋喺屋企入邊陪伴佢哋，永遠冇辦法做到嘅。祖父母所能夠俾予後代最大禮物之中，最寶貴莫過於以身教同埋研究去講出，喺呢個家庭，我哋都做傳道。傳道事工唔係呢個龐大美好嘅教會之中，我哋唯一需要做嘅事。但係幾乎其他我哋需要去做嘅每件事，都有賴住其他人先聽到耶穌基督嘅福音，然後加入呢個信仰。的而且確，呢個就係點解耶穌最後賦予12使徒嘅責任係咁基本嘅。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嗰時亦只有嗰個時候，福音嘅其他祝福先至會嚟到。家庭嘅團結、青少年計劃、聖職各項應許同埋引領我哋進入聖殿嘅各項教義。但係就好似尼非所見證嘅，冇任何嘅祝福能夠嚟到，直至個人進入嗰一扇門。喺永生嘅路上，呢一切需要所做嘅事情，因為咁我哋需要好多嘅傳教士開啟呢扇門，幫助其他人通過。我要求每位聖職持有人，無論老嘅或者係年輕嘅，都發出更有力、更投入嘅聲音。呢把聲音唔單止係對抗邪惡同埋撒旦嗰位邪惡化身，亦都係一把宣講優美福音神嘅聲音。各個年齡層嘅兄弟，鬆開你嘅舌頭，目睹你哋言語喺嗰啲只因為不知道要到哪裏找真理而與真理隔絕，
呢一啲人嘅生命入邊所行嘅奇蹟。速赴那戰前線，快上戰場。真理乃唔等甲冑武器，守護那迎風飄揚旗幟。我等喜悅地行軍返家園。奉我哋夫子耶穌基督嘅名，阿門。